呢啲唔使嘅。根據國際足協球例，比賽期間每換一個球員需要補時多少時間？睇下先啊。喂，呢1分鐘，呢40秒，呢30秒，呢20秒，呢30秒啦。最後答案30秒。咪當我真係諗咗咯。8萬蚊喎，係啦，15萬啦，我哋睇。電影3級制係邊一年實施嘅？大約係幾時？3級制好容易，睇下幾多年先。睇睇答案度1986 A， 1987，即係1988。哇！1988會啲。你知唔知啊？我記得我18歲嗰時仲未有。咦？一開股嗰陣時咪開咗你年齡出嚟？啊，冇所謂啊，做善事冇所謂啦。咁但係佢太近啦。星期幾你嗰陣時攞獎嗰陣時實施咗呢個3級制，有冇印象？我攞獎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噶啦，即係我拍戲嘅時候已經有3級。開始拍戲嘅時候已經有3級制。幾多年咯？啊？應該就係1988年嘅。諗清楚先，慢慢諗。不過以防萬一起見咧，都想問問你，大家想咁你都同意咯，我就講噶咯，我就決定咯。88年嗰個男朋友約我去睇戲咧，嗰3級片咧，都應該係88年。喂，但係佢約你睇3級片，可能佢87年實施咗，然之後佢88年先約你去睇咧。咁你又唔可以因為咁而你話係88年嘅？不過我記得係88年。係我都。你同唔同意我先？你站唔站喺我呢邊啊？我站。88年，最後答案1988年，係啱嘅。善款係15萬㗎啦。